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4月2日早起新闻，我是柯家珠。新闻开始，咱先来关心国际消息。印尼雅加达郊区发生重大铁基路事故，2辆火车将因为不明原金属弄一个真车力，规车厢拢变形去，搜救人员是透暝抢救。目前了解，已经造成4个人死亡，38人受伤。搜救人员出动机具来破坏，想要把已经变形的车厢撬开，希望会当赶紧入去内面，把受困的旅客救出来。好运性，互人救出来，旅客陆续互人用软轿去送病院。因过伫车厢内底，也有人无法度顶当，当咧等待救援。有一位旅客就表示讲，事发迄当阵，伊当咧甲翁婿通电话，想要到话就讲也袂煞，雄雄就发生意外。Ada masalah di depan, nggak bakal bisa kereta nggak jalan. Belum kelar teleponan sama suami gitu, kereta nabrak. Dilalanya aku naiknya yang di gerbong 5, bukan di perempuan. Tadinya mau di perempuan itu di Bekasi aku naiknya. 这件事故是发生伫印尼首都雅加达附近的木加西市，有一台通勤列车甲长途列车，唔知什么原因煞来相对撞，弄甲规个车厢拢变形。伫月台客满满，拢是咧等待家属甲受伤的人，有人是烦恼甲行来行去，嘛有人当场哭出来。印尼的国营铁路系统长期拢有上过老旧的问题，面对愈来愈大的运输需求，压力也愈来愈大，真正也捌发生这款的意外。印尼铁路公司发言人证实讲，这件事故已经有4个人死亡，也有38人轻重伤，互人送去附近的病院。不过目前也无法度掌握迄当阵详细车顶的人数甲伤亡的人数，无排除数字会搁再增加。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取消第2轮的谈判了后，对媒体强调，美国有权掌握谈判主导权，嘛警告伊朗封锁送救的光线可能会面临爆炸风险。另外一方面，伊朗继续找找外交的突破，现在传出已经透过巴基斯坦提出新方案，主张要大型恢复荷姆兹海峡的通航。而外交部长阿拉吉嘛前往罗西亚，暗算会甲总统普廷见面。川普接受福斯新闻访问的时阵表示，伫美国封锁之下，伊朗各地港口用要停落来，石油运袂出去，也无所在通航，上游光线可能就塌掉咧，甚至伫3天内有爆炸风险。伊希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切断经济并排，代表德黑兰当局伫未来几礼拜让步。伊朗若想要讲敲电话对使。We have all the cards. If they want to talk, they can come to us or they can call us. You know, there is a telephone. 美国媒体透露，伊朗已经透过伫中间走动的巴基斯坦，向美国提出新的方案，提议将针对各开放荷姆兹海峡甲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迄谈判延到后期搁再讨论。在美国官员表示，川普总统按算美当时间之前，甲官还有外交高层伫北京进行式开会，讨论下一步对策。美国进程要求伊朗暂停提炼浓缩铀至少10年，可将这卖库存刷到境外。بدون شک آمریکایی‌ها خواسته‌هاشون رو بیشتر می‌کنن. اون چیزی که ما رو به پیروزی رسانده ایستادگیمون هست، مقاومتمون هست و جلوگیری و ممانعت از زیاده‌خواهی آمریکایی‌ها هست. 美国取消甲伊朗协商了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伫前一个月走总支持透早到罗西亚圣彼得堡，准备甲罗西亚总统普廷见面，也个官员讨论双边关系甲区域议题，包含伊朗甲美国之间的冲突。直接进前，伊也去过阿曼，双方同意确保荷姆兹海峡安全航行，对邻国家全世界有利。也甲巴基斯坦官员讨论伫荷姆兹海峡建立新的法律制度，争取赔偿、防范军事入侵甲解脱海上封锁等关键的议题。公司新闻陈秋梅报道。继续来关心天气。今仔日西半部的早暗温差大，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甲澎湖、金门拢有部分的阵雨，也是雷公雨。其他地区甲马祖是多云到好天。咱来看温度。温度方面，北部、中部地区是18到33度，南部地区上悬会当到35度。明仔载过到后，锋面晚近台湾到拜四，中部以北甲南部山区会有阵雨，也是雷公雨。北部的天气也会变较凉。台股日七冲破4万点，最后是收伫咧39616点，起1262点，是有史以来第7只。那台积电收伫咧2265块。虽然有一寡股票咧起，毋过股票落的嘛是有1359间。
台股27加权指数开盘时阵大起要到千点，伫5分钟内就冲破4万点，并伫咧悬点起起落落，盘中北到上悬40194点，创新高纪录。不过尾盘佫跌落，收伫咧39616点。正元大港领头台积电带头起，开盘跳悬起要到100点，盘中创新高，上悬到2330块。梦幻联动过后，上尾一盘的卖单有8512张，甲股价又来收伫2265块。市场认为啊，这个中东的危机啊，油价的一个上涨，它是一个短期的现象。现在市场更关注 AI 的长线的一个趋势啊，市场资金怕错失了这个押注 AI 的一个机会。分析师讲，市场资金的主力拢放伫咧 AI 的成长趋势，因为过路经美国大型科技公司即礼拜要公布财报，市场的资金拢伫咧卡位，而且金管会宣布，台股主动式 ETF 对单一上市公司持股的上限，自原本的10%起到25%，互台积电有可能摕到更加侪资金。不过，这项政策要人讲是台积电条款。法人认为，来自投信增加台积电股票出现潜在资金的空间，就到2000亿。市场这么大家咧抢买台积电，就让人担心资金会对中小型股撤离，dẫn起台积电这款大型股出现惊吓性换股，而且上市贵收盘504间起1359间盘。我觉得这个是短期的因素啦，因为我们最强的就是资通讯产业，那尤其是半导体，所以台积电市值这么高，那是因为它的表现真的太好了。那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其实产业的竞争就这样。市场资金多，国发会也公布115年3个景气灯号，连续第4个月维持代表景气好的红灯。国发会讲，国内经济继续稳健的成长，不过要注意所来变化。伊那中央大厦也公布消费者信心指数，大部分的民众对是不是未来半年投资股票的好时机，结果大家认为不是，表示伫股价悬点时阵，大家也是担心。记者综合报道。公务人员有人讲是铁饭碗，不过因的离职率也愈来愈高。27有10外的公务体系工会去行政局抗议，因不满要饲囡仔津贴、死亡积骨等等，拢用本薪来算，实在无公平。伊嘛要求加班要比照劳工有倍率的计算，嘛应该要取消20点钟的限制。希望行政局上无要调薪6000块，有关公务人员的待遇。加班制度要正常。10个公务体系的工会来到行政院外口大声要求调薪水，其中中央健保署工会讲，这几年营业务量增加不计直起，人是愈来愈留袂调。也有消防员甲公立病院的员工指出，公务人员无像劳工有加班倍率，一个月各有20点钟的加班限制，超过都是换休假。因也叫设定加班倍率，避免业务不合理增加保障基层的权益。不管是公务人员或是劳工，一直在短缺，都在出走潮。所以那个薪资结构没有去改变，业务量增加，造成很多很多同仁都出走。劳工一般有这个加班倍率哦，1.34、1.67，但是我们公务人员哦几乎完全没有哈，所以我们要讲哦，这种制度底下哈这不是在鼓励我们奉献的，而是在变相的剥削我们这些保护国家安全、维持政府运作的这些人哦，所以我们要求哦，加班费必须要全薪计算哦，应该要设置倍率哦。行政院人事总处3月25有讲要伫6月底进前，会对公务员专业加级别来调整，争取公共高调薪。不过，代替产业工会表示，公务体系像药院津贴、失能和死亡给付等等，拢是以本行做基础来计算的，应当连本行做伙调整，这是正式的调薪。行政院如果要调升专业加级没有问题，但是呢，因为这个专业加级它并不涉及到我们相关的给付以及这个我们的退休保障，所以我们认为至少要把我们的俸额，至少各级俸额要调到6000元。这个公务体系的工会拢指出，像各级机关的行政人员、经销和公立医护等等，这几年拢有业务增加，薪资待遇却拢无得来调整。因希望主管机关行政院回应因的诉求，提升待遇，避免公共服务体系崩坏。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带大家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
首先是自由时报，世界卫生组织甲疫苗丢毒，也都是民众关于注意防晒必要性，列为全球10大健康威胁之一。咱台湾时代对疫苗必要性的认识不足，疫苗丢毒的状况真明显，已经正做防护的缺口。过来是联合报。少子化现象继续扩大，今年全国各中一年的新生人数减少18000人。不过台北市教育局公布，115学年度公立国中招生满额的学校却增加到22间，搁一摆登来到历年上悬的水准。过来是中国时报，立法院27进行第3摆调解协商公告特别条例，有关是卡伫咧采购项目也个金额无共识。最后，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布，按算5月初6要个协商。立法院27进行第3摆的调解协商公告特别条例，国民党立委徐巧芯建议先处理公告，再来处理上告违则。嘛讲到经过计算，公告上基本是8000亿，不过南北党团拢认为金额项目有调整，要经过党团大会通过才会决定。最后，院长韩国瑜猜是5月初6要个协商。我们国防部当然要随时待命奉陪。国防特别条例一直卡伫立法院，立法院长韩国瑜27第3摆召集调解协商，无排除规暝来讨论完成定数。会前，民进党立委陈冠廷表态，希望金额项目甲行政院版本有啊更愈好。国民党团总召不分歧，呼吁国防部针对上告爱讲清楚。上告的部分，因为过去到现在有很多弊病丛生呐，我们必须要请国防部跟国人做一个清楚明白的一个说明。我们希望金额越接近越好，项目越接近越好。如果金额提高但不包含上购跟物资的话，那一样我们就没有脱土我们本土的生产能力。美国也一直观察军购进度。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办事处长高立平最近接受媒体专访讲到，台湾应该赶紧通过全面性国防特别预算条例草案。调解协商一开始，那立被针对采购项目，国内竞标拢有家己意见。那被要求国防部应该将美方第2份发给书有多一寡项目列出，强调金额到时阵对应调整。郭部长应该也知道第2份发价书有哪些项目，那如果那些项目其实也可以列出来之后，那个金额就可以。美方有明确的信息，有发价书，我们要买什么，美国要卖什么，我们可以来纳入我们的第5条。我哪一项是您买嘛？按那叫我都聚焦，我们再来说服说为什么这一项要，你们可不可以听看看，再进一步再来协商那些你们不要的。那位徐巧芯建议先处理军购，再去处理上购甲违则部分回归一般预算编列。不讲到经过家己计算，军购部分差不多8000亿左右。徐巧芯委员提出军购大概在8000亿，这个数字第一次出来。国防部立场还是当然希望我们能够通过1兆2500这预算。南北党团也表态，相关金额调整爱回到党团开会检讨。韩国瑜猜是生产会5月初6继续开第4摆军购协商。记者综合报道。面对中国的威胁，国军打算要拼无人机甲开发机器狗。中科院也证实，对国外引进现有的技术，要协助台湾建立归航供应链。另外，退役的海军少校卢雷斯ว่า中国言论引起争议。国防部长郭立雄强调，希望赶紧通过修法，和少校以上的退役人员要顶界机制。另外，美国对台军售 M1A2T 战车，最后一批已经送到台湾，总数108台拢交到啊。防水部显开，大车顶头载是 M1A2T 战车，第3批28台已经运到陆军装训部。咱甲美国买108台 M1A2T 战车全部拢到位啊！另外，国军已经公开登记完成开发，质量采购效益评估，直接建难或者是独立科研等3种模式，调hiệu新型科技，也要建构无人载具大军4卡机器人，也就是机器狗。机器狗并不是由我们中科院独立开发的，最主要是从国外引进现成的技术，但是我们跟它的合约上是协助它在台湾建立供应链，
尤其是把它原本里面的东西能够排红。中科院证实，历线上的相关元件拢已经应用伫咧机器狗。另外，各讲也要调效包含21万台各种无人机 AI 辅助分析，建立情资整合系统之外，因过了软体人才的培育也正重要。当然，觉得人才会越多越好。除了这个文官跟军职以外，我们有约聘的人员。那另外，我们也跟中科院借将。国军继续强化建立应应强军的威胁。退役的海军少校吕雷斯最近去中国参观军舰，伊讲感觉祖国强大呀，就代表台湾国家安全。这款亲中国的言论引起争议。这位少校他沦为这个中共统战的工具，为敌喉舌。我们发表这种亲痛仇快的不当言论，我们都表示痛心，也深感不耻。郭立强讲，陆委会已经提出两法条例修正草案，少校以上体重有相关损害国家尊严的行为有停改机制，希望立法院赶紧通过。因下陆军宜兰金鹿吉营区团工有营长放中共统战电影，郭立强讲，全军会加强相关精神教育。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个案，营长他个人对这部影片里面他的一个价值判断的错误，营长申诫2次。进前金鹿吉营区才发生连长嘛有台湾甲日本协同的新兵被调离主管职务，也被上法办。郭立强讲，会全面检视相关的法制甲管教不当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文旅部今年2月宣布，要恢复上海居民去金门马祖旅游，由上海旅游业者组成的团队，27早起是先到金门探路草，预计展开3天的行程。另外，进前中国有宣布10项对台政策，金门县府2月也要组团去中国厦门考察。本地是副县长要带队，不过中央审查了后强调，咱的政府并无推动新四通政策，嘛因为安尼无核准11等以上的人员去中国。访问团爱降做副处长、副局长的层级。由红布条啊，人龙人山迎接金门县府27欢迎上海旅游探路团经过小三通到金门，展开3天2夜交流行程。我觉得我们这个团对金门姐好感倍增。上海旅游业者11人先到金门酒厂参观，佮去金门老街拜访讲堂甲更多顶点头，佮经过金门大桥去小金门。这是中国今年2月宣布要恢复上海居民到金门旅游了后的首发团。特别是我们也希望说，透过金九的一个连接，能够让两岸能够更加了解金门。同一天，金门县府议会也组团去中国厦门考察，因为进前中方公布10项涉台措施内底有关金门部分，包含甲福建沿海通桥甲支持金门共享厦门新机场。原本安排是副县长李文亮带队，按过陆委会审查了，无核准11等人员去中国，暂时降做副处长、副局长等级。基于国安或者是两岸目前相对来讲比较紧张的局势。探讨这些议题，中央可能相对觉得，目前比较不宜嘛，但是我们还是会努力的来争取。移民署指出，政府无推动所谓新四通的政策规划，对金门县府县长甲以及主管去中国申请未核准。另外，在两华金团令无解读之下，最近有台湾民众自主旅行团到中国感受旅游，发生冰车事故，也引起是不是合法的讨论。自主团并未违反禁团令。且仍属于团体旅游，故旅行社就办理团体旅游所应遵循的规定，皆需遵守，包含签订国外旅游定型化契约。观光署统计，去年国人到亚洲附近国家旅游，第1名是日本，第2名就是中国，一年超过313万人次，比韩国、越南、泰国拢较济。有旅游业者承认，若禁团令无解除，可能让去中国旅游团继续卡伫普色地带，恐惊毋是长久的打算。记者综合报道。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展开访美行程，这是20年来佫一摆有英国国王来到美国。因为受到中东战争的影响，美国甲英国的关系已经落到70年来上低点。佮加上北京才拄发生枪击案，互查尔斯这摆行程若面临相关规格维安，莫带着修复两国特殊关系外交使命。英国国王查理斯3世甲王后卡米拉去到美国白宫展开4天的访问。美国总统川普甲第一夫人梅兰妮亚亲身来迎接，这是自从2007年以来，佮再有英国的君主正式访问美国。这届访问也互当作是查理斯登基以来上重要的外交行动，特别是目前美国甲英国政府之间因为伊朗战争无对谈，
川普要真侪届公开批评英国无愿意参与军事行动。In private, I think there will be some sort of gentle nudging by the king, particularly with regards to the armed forces, because he is head of the armed forces. Donald Trump has had things to say about that. I thought it was very telling earlier this year when the president had a go at NATO troops in Afghanistan and said they've been staying a little back from the front line. 不过，这场历史性的访问算是充满无平静的气氛。因为2天前，伫华府才发生枪案，特别宫甲英国大使馆周边的维安明显升级。一直咧大西洋的另外一边，伦敦的白金汉宫外口，阁有一场反战的示威，因打扮做英国国王甲川普的模样，手提有写强悍的飞弹模型，批评英国政府允准美军使用基地来攻击伊朗，也认为国王伫这个时阵去访问川普真无妥当。The UK government are allowing the US military to use our air bases to load up with bombs, take off, and conduct strikes. That makes us complicit. And so sending the king right now sends a signal that we're actually okay. 有分析指出，查理斯这届行程是想要学1957年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伫咧苏伊士运河危机了后去访问美国成功的案例，希望会当发挥王室的影响力。所落来，查理斯要去国会发表演说，而且去维吉尼亚州甲纽约来参访，咁会当伫充满紧张的国际局势当中，成功来修复美国甲英国之间将近1世纪的坚定盟友关系，各界拢密切的关注。公新闻陈伟仁编译。美国白宫晚宴的枪击案引起安全疑虑，除了金属探测器，东港的来宾拢无检查身份证件，摕门票就当入场。嫌犯有可能是伫咧活动的前几工，就带入摆饭店闪过检查程序。而且这届美国一寡大官拢有到柜，而且拢伫咧同一个地点，也引起安全的疑虑。到美国的官员建议，未来川普参加公开的活动，拢爱穿防弹甲。执行警员提前险后，美国总统川普离开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现场。这场发生伫美东时间25暗时8点35分的枪击事件，引起外界对川普参加活动时的维安检讨。迄一天，所有人客拢爱通过金属探测器才入场。毋过一名资格甲门票无检查身份证件，甚至有人想要用旧年门票来过关，迄是违反出现老高。炸刀甲枪顶各种武器冲过安检的凶手，意思是晚宴进前几工就带入饭店，这事过当中这基本的检查程序。Quite frankly, I don't believe that he was able to get that close. I've been in that hotel. You know, that's the infamous hotel where Reagan was shot in 1981. The United States Secret Service knows that hotel very well. They've set up this layer of security in the security plan for decades now. 年度的白宫记者晚宴，川普第一摆用总统的身份参加，因为伊进前一直抵制安尼活动。除了川普总统、副总统、众议院议长、国防部长甲财政部长等美国政府官员用要拢到会，整体行政员表示，真侪政府官员拢伫同一地点，实在互人真烦恼。I thought to myself, is it smart for us to broadcast that the president's going to be at the correspondence dinner, you know, after a decade of a sitting president not going? And so I would say that would really be my only negative feedback, is that perhaps the president's movements should not be broadcast. 嫌犯冲入会场甲执行人员交会时阵，枪支拿着一个探员的防弹架，这探员安算因完全控服。25的晚宴是川普这几年拄到的第3摆攻击事件，另外2摆是2014年7月宾州自杀大会，甲同年9月这18人伫福州高尔夫球场外口去枪击点，互执行人员掠到。所以美国官员也提出建议，爱川普未来参加公开活动时阵爱穿防弹架。公司新闻新竹报编译。印尼最近有不少公民团体工作人员，敢若因为发声批评官方的政策，互人破强酸攻击。类似的受害者将近有300人。部分的公民团体甲这指头指向证据，讲这是要甲言论自由定死。今年43岁罗西迪长期投入印尼的环境议题，伊2月伫咧苏门答腊岛调查实况走私的议题，所互2个骑奥多摆不明人士破强酸攻击，规身躯拢受伤，到呾抑个倒伫咧病床。Di daerah-daerah itu adalah wajib hadir, terutama perlindungan kepada aktivis dan wartawan. Kenapa? Karena di daerah ini banyak yang tidak terbuka gitu, masih banyak yang tertutup gitu.
Hanya masalah-masalah yang ditutupi tidak terbuka seperti ini Jakarta。这款的情形并无罕见，3月也有另外一个民间团体成员同款是受到强酸的攻击，甚至有一类目睭就安尼青霉，引发抗议。另外，伫去年3月，调查媒体天普的办公室是收到恐吓的报告，内底有部分鸟鼠的尸体，也有一只猪的头。这款受害团体成员也是记者，拢捌出声反对官方的政策，而且伫部分案件当中，警方的调查进度是特别慢。所以，因认为这有可能是政府要压制反对意见的手段，目的就是要抬价架高。Iklim demokrasi yang hari ini dinyatakan oleh pemerintah ataupun rezim yang coba dibentuk oleh rezim itu bukanlah iklim untuk melindungi mereka-mereka bersuara kritis, tapi iklim climate of fear, gitu. Iklim yang menciptakan ketakutan untuk mereka-mereka yang mau atau sedang bersuara kritis. 不过，印尼官方是否认甲这挂案件有关系？有官员就表示讲，民众对言论自由的满意度真高，完全无问题。事实上，伫咧印尼不当开发自然资源，也有国有公司贪污的问题，是长期受到公民团体批评。现今的总统普拉比厄嘛捌互指控伫民主化运动内底强力镇压示威者。去年大规模的示威也逮捕数千人，造成10个人死亡。有人批评种种的现象，拢显示印尼到今拢抑阁面对威权的压迫，甚至是愈来愈害。关新闻由派准编译。今仔日国际也有啥物大代志？咱做回来看世界。日本东北岩手县沿海小镇的大火已经烧6天啊，到今仔早起有超过1600公顷的林地受损。消防部门表示，这场大火已经得到基本的控制，现场包括自卫队在内有上千人对空中甲地面做过电气抢救。泰国政府按算要甲免签国家的名单，对93国缩减到57国，而且嘛要甲原本60天的免签证缩短做30天，目的是要来加强对游客审查，就此来提升旅游品质。伫全球带起热潮的拉布布红啊，和纽约时报讲，有部分产品是用来自中国新疆维吾尔自地区的棉花。生产拉布布的中国品牌泡泡玛特，可能会和美国列为进口的黑名单。泡泡玛特表示，销往美国的产品可能会改用其他材料。引起社会关注的台积电泄漏机密案关键的主谋，也就是对台积电走去东京规日科创生产的工程师，洪仁定对112年开始，就找也伫咧台积电上班的2名工程师，再佫用公务电脑连线入去看相关的机密资料，落尾佫用手机甲翕落来。地上法院日前按照国安法甲营业秘密法定罪，甲判刑10年，另外3名工程师是判刑2年到6年。会觉得判太重吗？互人提醒校定的，就是台积电窃密案的关键被告姓陈的前工程师，因为台积电离职了后，为着替新头家东京威力科创改善客线设备良率，请台积电搁较侪订单，涉嫌找较早的在职同事，误解偷摕台积电2纳米加14IB 制程的机密。虽然已经认罪，不过也是互人依照国安法定罪判10年徒刑。为了求个人的工作表现而犯罪，台积电公司具状表明，东京威力公司是属于其设备商，并非其竞争对手。台积电公司表明愿意接受其道歉，因此，我们就量处应执行有期徒刑10年。伫无挂喙暗涉案的台积电45甲49前工程师，公馆互人要求校定听判，各互人判3年甲2年徒刑。另外一个台积电4单前工程师，敢若坦白承认客观事实，而且无得到台积电的谅解，互人判6年。会提出上诉吗？虽然上早伫112年，主谋透过台积电在职工程师，用公务笔电外口订入连线的方式开档案，伊则摕手机来翕，包括台积电新店厂区外口的会议室。台南红庄测试厂区涉案员工主体，也有餐馆拢是犯罪地点。就连东京威力4楼的主管嘛，互人告密证，判刑10个月，缓刑3年。判决结果可以接受吗？检方的起诉名单原来有伫台湾的东京威力，是国内头一件法人牵涉到国安法互人告的案件。专案发生的时阵，篇幅都捌报道日本的母公司高层亲身来台湾拜会台积电董事长魏铁家前后，判决理由就说明东京威力认罪，并且甲母公司日商东京威力株式会社已经支付和解金，提出改革措施，已经甲台积电公司和解，判罚东京威力科创1.5亿，缓刑3年。不过条件是判决定案开始1年内要向台积电支付1亿，各交公库5000万。记者采访报道。
2026亚洲冬季运动会4月30到5月初6要伫高雄举行。不过，虽然有中国选手伫咧网络讲因申请来台湾受到阻挡，不过高雄市政府表示，送来审查资料有一寡是 AI 创造出来的，某一寡人有解放军的身份。保健局是嘛发现甲本地规团出入的方式无同。主办单位回击，若是无法度通过审查，会宣告中国选手无法度来比赛，事后卖退钱。海报顶头写台湾高雄运动会邀请大家参加，引起中国网友讨论。2026亚洲冬季运动会4月30到5月初6要伫高雄举行，不过中国选手报名人数自往年2位数增加到800多人。高雄市政府正注意，要伫审核过程时阵发现，有的资料欠专业证明，有的是 AI 生成的伪造资料，也有解放军身份的人申请。当初这些协会他们就是也承诺跟运动部报告，就是说会以团进团出的这个方式进到台湾，然后它的日期是从这个4月29号，然后一直到这个5月5号这个结束。政府讲，中国籍选手入境审查就要用专案方式申请，有面代提醒讲要注意渗透行为，也有面代讲审查要透明。他不是选手，那甚至也不是来玩，而是来进行一些渗透或者是政治相关的工作的话，那这个责任谁扛得起？如果真有这个疑虑，他们不能来，那你就不要让他们来。但是你不要这样子不回应，让人家好像摸不到头绪。这边中国选手报名要来参加亚冬运的有834位，主办单位讲615位的运动资格已经得到中央电信认可，这嘛是卡伫咧入境许可也有担保人的问题。我觉得它就很简单，它不是一个单纯资料不全的问题，而是政府机关不敢保，民间单位不能保。这样子的一个冲突。主办单位讲，中国籍选手的报名伫1月底就结束，已经甲建议改造办法，用上快速件行文予各相关单位，也接到运动部回文，讲会使予协会做中国籍选手的担保人。不过相关单位的审核，若是最后也是无法度过，中介就要宣告这届中国籍选手无法度来台湾参加比赛，也伫比赛后，甲相关费用全部拢退下予因。记者综合报道。政府普发1万领钱的时间是进入尾声，剩最后3天。目前预估也有25万人也未领。5月初起，网站甲 ATM 都无法度固定期领钱，提醒民众爱把握时间。到4月26为止，已经有超过2331万人有去领普发现金1万块，不过也是有25万人也未领。其中有将近3万人是伫咧登记入校失败了后，就无去做后续的处理。若是今年4月伫国内出世有领出生证明的婴仔，父母冇符合领钱资格，这领钱时间是开放到5月23日。目前新生儿也有4000多人还未领，民众若有问题，拢会当卡1988的电话去问。配合55岁归劳降龄退休政策，公职人员护理师满55岁就会当办退休。台大甲台北荣总，敢若去年离职的护理师就超过120人。不过台湾护士工会是真贵，要甲护理师留条例，都要甲3班护备比入法，拍算5月初5要去卫福部认证抗议。国内护理师因为长期压力大、工时多、薪水低，这的工作环境，新冠疫情解封了后出现离职的人。部分病院病患减少避免关病床，连公立病院嘛面临接无人的困境。台北荣总院长陈惠明坦白讲，其实公立病院阁面临制度的问题，因为配合政府55岁归劳降龄退休政策，公职护理师年满55岁就会当办理退休。台北荣总去年离职的护理师就超过120人。我是有苦难言，但是只能祝福他们到私人医院体系继续帮助台湾。但是光去年1年，台大流失50几个，荣总流失76个，55岁最有经验的时候就离开荣总。单位员工资深护理人力离职，对医疗照护经验传承拢有影响。台湾护理师医疗产业工会认为，要减轻护理师工作负担，和护理师管理留任，都必须加3班护病比入法，嘛保障病人的安全。所以要伫5月初5去卫福部定检抗议。因为护病比过高，会造成住院的病人死亡率增加、感染率增加、再入院这个增加。
所以呢，对于病人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影响。就是这个部分，我们是都一直在往前进啊，在做一个评估跟监测，人力的监测。那这个都是在我们的规划当中。卫福部是讲，去年推出护理人力政策整备12项策略计划，透过夜班津贴、3班护病比奖励等真侪项措施了后，今年1月护理人力比去年同期增加5000多人，总数达到19万多人。3班护病比入法会持续评估。记者采访报道。台湾失智症协会公告失智症基本法草案，呼吁政府爱甲失智政策对行政计划加强法制治理，嘛爱甲层级提升到行政院，建立失智症政策推测小组。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如果30年后失智人口会对40万人倍数增加到84万人。到时每9个高龄者就有一个是失智症，对医疗照护、长期照顾、甲规个社会体系会造成重大的挑战。台湾失智症协会公告失智症基本法草案 TADA， 呼吁政府爱建立有法律维解的制度，若无跨部会整合甲资源调度的效能会受到限制。比如说在就业失智者他也有就业的权利，然后或者在金融上面金融的平权，那这些部分的话呢，都要能够共同的来去支持他们。台湾失智症协会表示，这个草案总共29条，经过2档的研议，整合国内外经验甲实际需求，核心重点有4个面向，包括尊重失智者权益的保障、强化失智症的防治、将失智政策治理的层级提升到行政院，建立失智症政策推动小组，由中央统一管理资源。失智政策应该每档检讨、每5档更新，以及政策结构应该涵盖社会适龄的提升、优先无障碍司法保障、医疗照护等支持的系统。这个部分我们会先看一下他们整体的这个草案版本的内容，再来去做一个了解。民间团体强调，在国际上，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先进的国家，拢已经透过专法强化失智症的治理。目前已经有相关草案进入立法院审议，期待未来会当将这个草案并案讨论，打造更较完善的制度，真正回应失智者甲伊家庭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台湾灯会传出欠清洁人员薪水的问题，有民众讲清明拢过啊，也未摕到薪水，打电话去问管府嘛，拢唔知影。外包厂商表示，有40个人因为联络袂到人，才也未拍薪水过，按算4月底会全部发放。第3月初3举办的2026台湾灯会，创下1360万的观光人次。当时活动真热烈，即马煞有民众伫网络打文，讲家己是灯会期间透过就业中心媒合予外包公司的清洁人员。原本讲伫清明前后要发薪水，到达煞也是提无。没有收到的薪水，就是这些人的那个。他们那个资讯不够完成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在联络这一些人，也每次都在打电话联系这些联系不到的人，这样子。有这灯会清洁工课的厂商表示，清洁人员15天的薪水大约是23000多块，为清明了就开始整理名单，陆续来付薪水，也未摕到的人是因为联络袂到人，大约有40人。该机关环保局嘛来了解状况，要求厂商要赶紧处理。这40个还没有付款的原因，其实就是找不到这些相关的联系不到这些相关的清洁人员。那他们也说，在4月底，4月30号之前呢，会全数的把所有的这些清洁工作人员的薪资全部付清。该机关政府表示，经过调查，外包厂商目前无超过工课企业当中付薪水的期限，会继续来追踪厂商的进度，未去影响到灯会工作人员的权益。记者林慧玲家己报道。国道1号杨梅休息站去年初发生电动车弄昏过道事故，造成4人死亡、4人受伤。云南国公布调查报告，讲这台车超速，而且驾驶辅助系统无法度随判断飘线，驾驶员也无警觉，才会造成意外。目前高工局已经针对休息站入口的车道进行改善。车西交流道要入去杨梅休困站，这个分隔道进前因为整体道路机械配置对车的操作较不利，予杨梅休困站
自2021年启用了到去年5月，连续发生14件冲浪的伤亡事故。尤其去年初发生的电动车浪分轨道事故，4个人死，4个人受伤，最起码要改善路线。进来路口已经改过，所以进来的动线其实还比较蛮顺的。再怎么改，也是开车上也是要小心一点啊。云南会立即公布调查结果，认为驾驶进前有使用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ADAS 的习惯，但是发生迄当阵可能有启用系统无及时辨识标线，造成车偏离车道，驾驶果不及时发现无减速才会弄掉，车搁超载，整体道路的结合配置对车的操作不利，交通工程设施也无法度有效降低风险。扩大这个潮化区的这个范围，就可以降低碰撞的一个风险。另外，在这个分隔岛的岛头会增设碰撞防护设施，去降低如果车辆失控撞击到分隔岛事故的严重程度。专家学者认为，道路安全的使用，除了要有完善的整体交通设施的规划以外，也要注意袂使超载。国人认为小孩多几个没关系，都挤得下嘛。事实上，在安全上面是有顾虑的。车被撞击的时候，是车子的结构破坏造成这个小孩的伤势，也可能小孩撞小孩了。那 ADAS 它虽然好用，但是呢，可能会使得反应的时间呢，可能会比较拉长。希望他们在整个使用的用途上面呢，能够完整的说明。云南会建议对新建的道路工程，或者是重大道路改善计划，按附道安检核机制，小客车的出租业者伫交车时阵，要甲租车的人说明使用先进驾驶辅助系统要注意什么代志，希望多方面注意，避免搁发生事故。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太平马卡龙公园的奥多拜停车场，和民众指控市府伫咧停车格边仔设白色的阿毛涂装，若是提示案，就无法度判断是毋是涂开白色条线。害机才拄起步要骑离开的时，脚把去弄到白色的阿毛涂装，骨头甲韧带拢断去，这位民众也要提起骨背。倒脚目焦火热甲乌青，就算用好带包安也当看到正正。台中一个民众去年11月初7，骑车带囡仔去台中市太平区的马卡龙公园佚佗，暗时8点外离开机车停车场的时阵，去弄到停车格边仔白色阿毛涂装，脚180度弯着。后续诊断是骨闭气筋断去，甲担敢来当前福建下无法度工作。转弯的时候，我撞到的时候，我才意识，为什么这里会有一个凸起来的东西？然后我那时候的脚是卡在那个水泥砖，然后我的车子又夹在那个我的脚上面，所以我的脚是有点180度这样折到。马卡龙公园2022年底早启用，有3.15公顷，要全台湾上悬的厝楼啊，连八壁设施，真侪亲子拢介意。市政府伫边仔规划起机车停车格。啊，毋过机车停车格有3个停车格边仔有16公分悬的白色阿毛涂装，甲地面白色漂线色水正活，4块里阁有真侪去找到的分野。受伤民众伫网络社群答问，当地民代嘛讲有接到真侪民众反映夹倒去受伤的案例。牵车的时候也有其实绊倒过，也有市民有跟我们反映过，这个设置到底有没有合法？那如果是合法，那为什么没有标示清楚？可能要加个反光贴片吧。路灯照下来的话，反光就是大概会知道说水泥砖的高度。台中市政府表示，停车场是建设局规划设计，白色阿毛涂装是停车场的路肩石，做分隔车道甲停车格使用，避免车违规停靠，提升整体行车通行安全。公园有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要由受伤民众举证，后续会会勘检视是毋是有改善的必要。受伤民众是按算提国赔，希望家己是最后一个受伤的人。记者采访报道。松山机场隔壁松南营区交通利便，本地有机会要乘做回答总部的备案。不过，即阵也传出，市府当日规划要甲变做 AI 产业园区，已经拜托顾问公司伫咧评估。不过，在地里长呼吁，要保留原地社会福利规划。临近松山机场的松南营区交通便利，现在传出北市规划要在这里设置 AI 产业园区，但地方却有不同声音。
我近松山机场连接南港巴士科交通里边，松南营区捌互人当作飞弹总部的避案，毋过到尾也无选到，边仔都是民生社区，青翠树仔济，适合人住。在地里长讲，里面聚会人较济，日照中心确实无够。我们65岁以上、70岁以上的大概1-2000个人，我们东荣里啊。那要去日照中心都没有位置，应该是要做一些社福的，让在地的老人家老有所托啊。松南营区规划打造 AI 产业园区，希望请指标型企业供应连业者入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新创生态系。市府委托顾问公司做可行性评估，民代呼吁市府应该根据地方长照透营需求，纳入民众意见，定性规划。台北市现在老人人口化非常的严重，而且呢也没有一个完善的一个所谓的长照园区在这个地方，3公顷的一个基地，这么大的一个基地，其实就可以做一个长照园区的规划。我想松南营区要发展 AI 产业聚落，当然对于台北市产业发展以及增加 GDP 是有很好的一个帮助啊。但的确这么一块地啊，其实在地的这个居民，尤其是长辈，也很需要所谓长照，甚至是住宿型的机构啊。监委员建议，也是应该保留长照空间，甚至把 AI 也是新创应用，加中辈照护相结合。台北市产发局表示，市政府已经成立评估小组讨论相关作业，预定今年底提出评估建议，是不是保留上好使用，会搁进行评估。记者采访报道。宜兰苏澳新城区因为农业、工业甲民生供水的需求，会具长老的状况。环团呼吁公部门要做好监测。李冠富是表示，会甲农水署协调讨论伫当地起水井和农业使用，避免涂骹面的水会长流。宜兰苏澳新城区底因为农业、工业甲民生用水济，较高发生长流，会使看到不少生物已经死去啊，还有鱼仔掉伫咧水库内底。有环保团体发起救援的行动，希望救这受困的鱼仔，总共获掉差不多4个脚桶的鱼仔，佮把这个鱼仔放去甲顶悬无长流的水头。溪流它当然不可否认，就是它必须要满足人类的一些需求，但是它也必须要更严谨的去做监测才对，才能确保这个溪水可以一直是通畅的状态。环团认为新城区的水头、西部山等等的所在，雨水真侪，正常来讲无应该长流。公部门应该透过监测做好整体规划，伫农业、工业的需求也佮生态之间找到平衡。鱼仔掉伫咧溪床的钢棒顶悬，无法度继续向水头收起去。环团也呼吁，这个新城区溪床顶悬的钢棒会造成关系感，应该要赶紧拆掉。农业用水的部分，我们也会来跟农水署一样管理处大家来协调一下，那是不是说能够少取用新城溪的地面水？那我们转为用抗旱井的一个方式。关府讲，针对新城区长流的问题，已经甲农水署做伙参详，看敢会使伫咧当地起抗可换的水井，避免造成人伫咧可换的时阵，继续用新城区的水造成长流。若是钢棒的部分，目前已经无法度闸水啊，水公司讲会去甲拆掉。记者综合报道。民间团体有办白色恐怖记忆影展，精心挑选24出影片，希望鼓励学校来运用。如果你问起倒数台湾的过去，我会甲你讲，会较目屎，地理历史的教育。影片以诗人李炳勇读家己的诗，如果你问起来带出白色恐怖受难者的历史记忆。这几年，陆续拢有白色恐怖题材的作品，亲像国片《大王》嘛引起社会的关注。由民间团体主办的白色恐怖记忆影展，今年要改做校园串联放电影的方式，希望延续历史补课的热度。找一寡片，通做一个单元，然后呢，甲因的课外活动，也是甲某一寡课，比如讲历史课，也是公民课等等，通合作会。跟教育部就推动一个国家转型正义教育行动纲领，就是要希望咱全台湾所有的学校、公务单位，拢爱推动转型正义教育。所以就是讲，咱老师唔免惊吓。自1949年5月19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戒严开始，白色恐怖时期43年中间有超过2万人受难。现台湾和平基金会自2024年开始倡议519白色恐怖记忆节，也开办影展来记忆这段历史。今年精选插入大国民落马到15号等24部影片，希望鼓励学校来运用。
有大学团体参与嘛，表示少年家毋是无关心历史，是无机会了解尔。是用50几间大学学生会组成的，希望这个学校会当甲阮做伙，透过这个电影、这个影片，会当去学习到这个过去。主办影展的现代文化基金会和519行动组合等团体，嘛呼吁教育部扩大采买白色恐怖相关影片的广播版权，协助学校放影片，也是办影展。因嘛建议文化部在国际影展加强推广白色恐怖记忆作品，嘛通以补助鼓励校园甲社会团体举办讲座来深化社会的历史教育。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南美洲国家智利的海关伫全国设置22个配备掠毒犬的团队，负责敲找可疑的非法走私，特别是各种的毒品。这狗仔毋但一出世就开始接受训练，最近训练中心佫特别增加找假钱这个项目。一群狗仔伫咧空地喐来喐去，不过因毋是咧耍，是为着将来要变做是掠毒犬伫咧做准备。El proceso inicia desde el nacimiento hasta aproximadamente el año de edad. Durante las primeras etapas del cachorro nos preocupamos de estimular al cachorro mentalmente, condicionarlo físicamente para que se desempeñe de manera óptima en las diferentes fronteras en donde hoy en día aduana tiene alcance a través de sus perros. 伫咧智利中部的小镇洛斯安蒂斯，这个训练狗仔中心是属于智利的海关。伫咧训练师、兽医师等等专业人员的合作，狗仔一出世就开始接受神经的感知训练，让因会当加速适应足侪无同款的执法环境，譬如讲机场等等的边境关卡。也若一般掠毒犬的训练，除了爱护狗仔用片的，就找出可疑的海洛因、大麻等等的毒品，还佫有分酒、枪会帮的物件。也若最近嘛增加找出非法现金这项课程，智利政府嘛指出，卖毒的集团毋若是买卖毒品，含洗钱都有，互狗仔会当斗3工，把这个黑钱找出来，嘛是海关等等执法单位重要的工课。Canes lo hacen bien en más de 12 sustancias que están incorporadas en su ya trabajo de fiscalización. Ellos hoy han podido hacer detecciones de gran cobertura。智利媒体报道指出，伫咧科技集团的配合，为2020年到2025年，真济海关的掠毒犬已经查到1.6吨的高科技大麻，还佫有960多公斤的非法的合成药啊，成绩拢真好。这个训练狗仔中心嘛接受军方的委托，变做代理训练军犬的中心。因为智利海军除了维护海域安全，嘛是重要的海上执法部门，任务范围包括阻挡海上的走私、护渔船等等任务，还佫有这片海洋环保的工课等等。公视新闻徐家仁编译。继续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北部地区是20度到32度，中部地区是20度到32度，南部地区是21度到33度，东部地区是21度到29度。外岛地区是18度到29度，也有未来3天的天气状况。以上就是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感谢大家收看，我是柯家族，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